太子，也个竹笋呢已经准备好势诶。天今我讲来做嘛料理？那做个红肉、竹笋、竹笋料理。咱爱先来切丁，尼竹笋哈，纤维哈，都按逆顺，不能够顺它，我要逆着纹，逆着纹路哈。好，那你试试看哈。好啊，一片我老完毕的吼，我老种的。因为大摆做客家的红肉，唔免用笋干嘿。系错。可是你做嘛用安尼？迄味的去做那种笋干，按用太空的出笋。啊，了解了。三层肉切得够好，先捞几通膏，撒下来变到温度，煎泡到变差。风就会讲煮食嘅时节，老食物放到温度，唔可以掀开盖嘢，用细火来煨。一直到肉变到老老脏糟的，对头摆成番无风用嘅客家人来讲，也有熟悉又怀念嘅美食，是有啲庆典也是年节嘅时节才会出现。好，刚刚呢已经捞一个猪肉、红肉啊，捞起溜溜的边个皮擦擦，等一下呢它就比较定型，唔会散开了。撒下来做对吗？比较香诶，是不是？对，爆香。爆香哈。啊，蒜头不是爆皮哦。不是。OK。好，蒜头啊，爆皮。唔系，只会烂皮去。哎呀，给铺出来嘞。不出哈，会切么？那头哈。头爱伸落去。头煮较久。错，你爱伸落去。米头先不会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爆香之后。顺嘞嘞，好香哦！天哪！蒜头老定嘅鹹水豆香，米酒主要係比有一些溜溜酒香嚟。錯。哇！你好勇敢哦！原來有攀走高冇？真的哦！我看你的鋪子就很做攀走嘅。對呀，我看你那個架勢就好像做攀走嘅。昨天才有上色一下下，对，上色一下下来。天哪！这个要比较多一点水，因为它会 keep 对不对？它要给它焖哈。冰糖。冰糖比皮看起来较会甜甜，对不对？好。再盐巴。呀。这样子。我们就不加味素哈。好香哦！好香哦。台姐，刚才那个顺良那个标。现在我们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。就是让它焖15分钟，做顺良看嘛。对哈。是不是因为那个笋子那个煮汤就不会讲几天来落？对，它要先给它那个，笋子不用煮那么久。好。甜甜温度见冲出来小小嘅水气，空气度都係皮皮嘅香味，豐肉濃香嘅氣息，本來上去嘅熟悉嘅媽媽咪，太陽嘅斑點仲高後，個邊葉已經準備好嘅麻竹筍細火煨。呢時節，添好鍋蓋，把麻竹筍嘅刺甜向下翕出來。